如果你係追求呢個主人房新樓有咁大個衣帽間，個空間一啲都唔輸蝕而家現時嘅舊樓嘅話，呢間東方海岸1397尺嘅3房你要留意，先望對出去嘅景觀先。揀得東方海岸，無非都係幾個原因：景觀、私隱度同埋有露台。仲有一個係全新樓3房未住過 ，A、B 兩個單位，我會個人比較中意 B 單位，因為3間房都係全部望出去對到呢個海景。最靚嘅就係個主人房啦，放到一張標準嘅大床，同埋仲有呢個位置女士們最愛嘅衣帽間，總價講緊都係900零萬。現時呢一刻圍翻嘅尺價都係6000零蚊。近期比較多用家換樓諗嘅都係東方海岸，好多新樓都俾唔到1390幾尺嘅3房面積嚟。望埋呢度有個客廁啊！我哋望翻成個廳嘅佈局，呢邊就客廳，後邊呢度咧就係個飯廳。重點就係啲人中意呢度有晒廊，就係呢個位啦。同樣呢個單位雖然話係3房，我哋隔離呢一邊咧都有個工人房或者雜物間。鏡頭前嘅你，如果追求新樓3房全新未住過，有露台，仲有個主人房係你嗰個要求嘅話，不妨聯絡翻我 Oscar 約睇升級睇豪宅奧斯卡地產東方海岸 B 單位900零萬。再見。